这一道从选食材开始就是一个学问。那我们通常到菜市场去看到这个莲藕一定要选这个比较肥然后看起来形状就是要比较圆整个圆桌状的。所以是要选像杨贵妃这样的啊？哎，对，比较丰腴的，对，比较丰腴的。那因为这个莲藕吃起来它是绵的，那如果你选的那个莲藕是上端的比较年轻的莲藕，这个是比较老的莲藕。年轻的莲藕吃起来是脆的，那适合做凉拌。还有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厨娘要换人做了我就看到老板选的这个莲藕说。吓死人！老板，你这个莲藕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对，这个要特选。哇，真的是特选，只有这样子的莲藕做出来的。今天我们这一道这个桂花蜜莲藕才会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属于很绵密的。对，就是台湾话讲卡桑，卡桑所以你就绝对不要选那个很瘦的。对，那个很瘦的呢，它吃起来口感是脆的。老板说那种比较适合我们来做夏天的这个凉拌莲藕。凉拌菜。好，那可是我这样一节买回来，我也注意到你看，对，这边有一个是比较瘦，然后又有一个凹槽，这个比较胖。对。那开口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先把这个头比较大的这一边把它修一下。我现在先示范一下。好。我们通常是把这个旁边这个先把它修，把它整个修整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头比较大的这一方，我们要切一个口。像盖子一样。对，这样等一下我们在装这个糯米的时候，它到时候装的这个藕孔是比较大。如果你切这一面的话，它藕孔是小的。所以就不好装。对，所以我们在充填的时候这样子装的话是比较。OK， 观众朋友有看到吗？你看这个藕孔，我有多么的爱莲藕呢？不是说只有吃我甚至以前在学染布的时候我会把它切一片比如说像这样，对不对？然后沾上这个染料，然后就把它盖在我的衣服上面。我爱莲藕爱到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美从莲花到整个梗，然后再到莲蓬都好美所以呢，吃这个桂花蜜莲藕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是超级幸福的那老板，千交代万交代，就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开口开在比较烫的地方，而且这个藕孔要让它是圆形的这个你在塞的时候比较好塞。老板今天很用心我记得以前我在吃这个蜜莲藕的时候，那时候南门市场有一家很有名嘛，对，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塞的都只有白色的这个圆糯米嘛。对。可是我看到老板，这个米好像不太一样，请问有什么？是主要就是紫糯米跟圆糯米，我们会以1:1的分量将它融合在一起，因为紫糯米它对人体是非常养生的。对，尤其对女生。对。然后又可以让头发好像变得很黑，对不对？然后呢，听说又对肾嘛，因为肾属水的话，听说吃什么黑豆芝麻、黑木耳都是现在很夯的这个食材而且莲藕本身对我们的肺部也非常好。对，所以有的像台南的白河，对，就是很有名的这个莲藕。是。那也卖很多这个藕粉。比如说你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冲泡一个藕粉所以国外的观众朋友，我会非常郑重的呢跟大家推荐呢，来到石碇，去深坑吃完豆腐，再来这边呢闻很香的桂花香，然后吃老板做的这个蜜莲藕，赶快来看有什么其他的 pepper。好，那我们再来就是这个把这个盖子切以后，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要装充填这个糯米。我觉得好像很难比较费工，但是这个就是要耐心，因为做这个你一定要慢慢的去把它这个米把它充填好，我们就把它灌进去。对，而且在煮的过程也是很费工。那你在制作因为糯米要熟，等下时间就本来要很久，时间一定要耐心的等。你这种菜没办法说马上速成的。看老板就知道了，他做事是很有耐心的就像我们在写诗词，它也是要有一些灵感，然后要有耐心，然后把心情沉淀下来。同样，我们要享受呢一道这个美食的话呢，尤其像蜜莲藕是值得真的细细品尝的塞到老板要塞多少之后才要这样子搓啊？通常我们塞到1/3我们就要做这个动作，就是用筷子把它
糯米把它这个稍微让它紧实一点。哦，就是台语说，哎，它扎筋，就要比较扎实里面哈。这样子你待会儿呢，全部呢都蒸，这个是用蒸的还是用煮的？我们是用焖煮的。用焖煮哈，煮好之后的这个蜜莲藕，我们在切片的时候呢，才不会说，哎，怎么这个地方没有米？对。好，所以一定要老板说大概把这个糯米呢塞进去1/3满之后呢，就开始要用筷子把它搓，然后一边搓再一边加，然后再一直搓。好，那还有就是老板刚刚说这个圆糯米跟这个紫糯米，我们通常都是用1:1，可是他说泡水要泡1个小时。对。好，1个小时之后要把水分呢沥掉，沥干，然后再开始来塞。那要全部塞满吗？它不是会膨胀？我们大概要塞到9分满。你要留一点对1层的空间给它去。是。那我们现在就一个莲藕已经把它冲填好以后，我们需要用牙签。好，用这个牙签把它固定一下。那固定主要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在焖煮的时候它这个盖子不会很轻易的跳开。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米在里面把它煮熟了。刚刚有看到老板用的这个牙签是双头的，有的只有1头。那双头的很好用是怎样？一边插进去之后把它折断，另外一边还可以再插。对。好，还有一个动作，用一个，好可爱。稍微把它固定。我就问老板说，奇怪，为什么会有一个小铁锤呢？这样把它固定。这样就固定了。对。真的都不会动了耶。OK， 好，这样子就完成了嘛？对，这样完成。那直接放到锅子里面去煮，对，还是说以后糖什么都不能现在加的？那不能现在加，因为你现在加了以后不会熟，米不会熟啊。我就问到重点了哈，很多观众朋友常常在说，我煮红豆汤怎么做个一碗红豆都没熟啦？为什么？他以为呢可以跟糖一起放，但是观众朋友要提醒大家哦。煮这个米也是一样，煮黄豆啦、绿豆、红豆都一样，糖都不能先加哟。你一先加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熟。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莲藕放到这个热水里面去。所以这个热水是要滚的，就对了。通常我们在大概有一个温度让这个莲藕直接下去以后，就开始用大火。是。大概也先煮个半个钟头，然后再来就要关小火去焖。那通常我们如果以今天这个量3斤左右，我们大概要焖4个钟头。哇，原来对，吃这道料理，天哪，4个小时哦！哇，观众朋友，我看我还是不要做了，我还是来老板这边吃他做好的就好了哈。这个食材还挑得这么的漂亮哈，要4个小时哦。要，而且你没办法。那火不能熄灭吗？火不能熄灭，而且那个火不要，我们要控制，就是在小火的阶段，让这个米在里面慢慢熟成。如果你以大火一直在煮的话，它这个米可能到时候整个会崩出来。我在想这个为什么这个桂花蜜莲藕需要这么长时间？可能原本不用那么长时间，是因为当年我们这一些诗人这一些什么王维、李白、白居易这些人可能他们就是因为写诗都写不出来，所以就想说好吧，再给他焖，结果没有想到焖了4-5个小时之后，比原来还好吃。所以4个小时之后呢，才可以再加调味料。对，那4个钟头以后，我们再把我们这边这个冰糖大概4个钟头以后，我们等一下再加冰糖，还有我们的农园自己采收的桂花，那桂花我们经过冰糖也去酿过以后，是桂花酿，等一下我们跟冰糖再一起加入。是的老板，那请问一下如果这个桂花，比如说我跟你买新鲜的桂花，买回来要怎么变成桂花酿呢？只要它跟冰糖而已吗？还是要蒸过？不用蒸过，因为我们桂花一定要采新鲜的，是。那新鲜的你用冰糖去1层冰糖1层桂花这样子就可以了，腌制起来。都不用蒸了。我看那个网络上什么还要蒸啦，还要不然就是什么要炒过啦，都不用。一般是不用，因为如果你这样酿起来其实它味道，冰糖跟新鲜的花会密合在一起，喝起来味道就带蜜的味道。难怪老板这个桂花酿是我有史以来呢闻过最香的
好香哦，老板，你知道我喜欢桂花酿来做什么？我每年哦吃那个汤圆的时候，我一定自己会加这个桂花。那最大的，因为其实桂花是百搭的。圆糯米跟紫糯米，它同时蒸熟的时候，我觉得白的圆糯米呢会比较绵细，可是紫的是不是吃起来会有一点带 Q？哦，因为主要就是两种混合在一起，它的最大的用意就是说吃起来哈，它不会，人家说梅梅啊那对对吧？对，而且吃起来它口感是非常好啊，所以说料理真的是要非常的用心哈，因为我一直觉得呢，虽然我很喜欢吃一般的这个蜜的这个莲藕哦，但是呢，我常常都在想，来这些蜜哈，熊贵梅，好像那个稀饭煮的很，感觉那个米好像被打烂了一样哦。结果老板用紫糯米，等一下我们就来尝尝，最好，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啊。好，那我们现在要等4个小时嘛？对，这个因为在天哪，要等到天黑了。哦，这个就是刚刚切片出来的桂花糖莲藕。哇，我看到的是呢，刚刚老板讲的这个白的这个圆糯米跟我们的紫糯米，好，它做一个怎样的结合？